咱前几年毋是全世界咧调剂，啊，拢袂当出国佚佗，对毋对？吼，啊，这时阵吼，大家拢走来阮小琉球佚佗，这时阵吼，这个警察局的电话，投诉的电话就敲来啊，警察大人啊，哎哟，夭寿骨哦。 啊，我若今仔出一个门吼，迄路的吼一大堆迄做囡仔吼，敢若穿这内甲甲内裤吼，啊，就走出门行来行去安尼啦，惊死人哦！我以前吼若穿安尼吼，早就去互阮翁拖去禁闭人啊啦。啊，结果吼，迄警察就甲伊问讲，阿嬷，啊你敢若讲做囡仔尔，啊你若无讲查甫的，嘛足侪查甫的脱肉体拢无穿衫啊，啊无啦，真久无看到迄青春的肉体哦，啊我是看了真爽啦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啦！哎呦，你看，2两鱼块，敢若伊饲车啊啦，伊啦，妈妈吼，手机啊，随甲你翕起来。这是要安怎要搞我过？这玩手机就当，玩手机就当。你叫翕起来啊！我拄则去变色的时阵，有一个阿姨咧敲电话讲，呀，我真正唔知会进去啦，我真正唔知啊，我要录一集啦。你嘛是对伊无啥物信心啊？拜托者。啊，我感觉讲你的笑话就是你有互大家有好奇，要毋过你讲的讲，会敢若无笑点，我有期待啊，无满足，有期待无满足，一直落来就会忝，就会感觉讲，这敢若淡薄仔袂过关。